祝大家新年快樂啦，係咪？咁你自己有咩新年嘅願望啊？咁新嘅一年都係希望可以工作順利同埋身體健康啦。係啦，同大家都係咁樣啦，都係咁樣諗啦，工作順利，身體健康啦。咁今晚咧好似打一啲嘢嚟送俾大家喎。係啊，你估係咩？我估你應該會唱歌。係啦。嘉華好緊張啊！大家不如俾掌聲、歡呼聲佢支持下佢啦。好啦，咁今晚第一首你會唱乜嘢歌俾大家？會係蔡依林嘅《說愛你》。好啦，蔡依林嘅《說愛你》啊，大家一定要俾啲支持卡碼嚇。好，交台俾你。唱歌冇乜天分，所以唔好意思，捱一陣啦。像一个陷阱，却从未犹豫相信你真的愿意，就请给我听。关于爱情，过去没有理想的结局，那天起却颠覆了自己逻辑。我的怀疑，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，转啊转，就真的遇见 Mr. Right。还相信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，忙着快乐，忙着赶工作。为什我们从没想过真爱，到现在不敢期待。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， 我胡思乱想，就从今天起 I wish， 像一个陷阱，却从未犹豫相信你真的愿意，就请给我惊喜。关于爱情，过去没有理想的结局，那天起却颠覆了自己逻辑。我的怀疑，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，转啊转，就真的遇见 Mr. Right。我的世界变得奇妙又难以言喻，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，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。冇錯啦！嗱，今晚有個唔同喎，因為我哋芝華士咧就搞咗個 party 啦，就係呢個倒數 party 啦，仲邀請埋卡瑪同大家一齊倒數喎。你話係咪好開心先？係非常之靚㗎，咁所以咧，大家一定要飲多啲芝華士，飲多啲芝華士就可以得到大家想要嘅禮物啦。好啦，而家咧應該都進入咗最後1分鐘時間啦喎，大家準備好未啊？大家要加埋，其實你有咩新年願望？新年願望頭先講咗，希望身體健康同工作順利。咁你同大家同埋亦都希望大家都係身體健康同埋事事順利，最緊要最好就係心想事成啦。心想事成啊！即係心諗到咩咧，就可以實現喎。咁09年會有咩大計啊？ 09年嘅大計就係工作健康
發光，無法自拔傳染發現着我，一切太多，知道你的天花也親我，不必給我太多，請將接納開心啦！同大家一齊唱歌啊！我哋陣間再唱啲更勁、更 rock 嘅歌先。好啦，咁唱完歌之後啦，不如嗱，即刻同大家玩遊戲咯喎。不過呢個遊18，咁冇事，拜拜。好啦，專程嚟到呢度同大家過一個咁開心嘅除夕嘉年華㗎，不如大家再俾啲掌聲，多謝 Kama。好啦，我哋亦都要多謝 Yoha 提供場地啦，更加要多謝緊係芝華士啦，全力贊助啊！咁我喺度咧再次祝大家2009年啦，身體健康啦，心想事成啦，當然就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啊！希望大家繼續多啲留喺 Yoha 暢飲芝華士 ，Happy New Year！